7回合被击倒之后，有一次击倒。是的，胡日查碧利格呢，其实就很长时间都没缓过来，他一直在寻求这种主动的搂抱来进行一个短暂的缓解，因为仅靠这个毒疤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。如果受到重击的时候，就是人有的时候要反应过来是很困难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第7回合这个慢镜头回放。对，因为我们有看到有一些比赛当中呢，这2拳，尤其是首先是左手这一拳。上勾拳，这个右上勾，是的，然后又来一个后手的重拳，直接命中到。这连续的3拳打得都非常正，非常准，是的，非常扎实。中了上勾拳之后啊，胡日查碧利格的反应明显要变得迟缓了啊。第8回合，胡日查上来就是往前冲，看来调整过来了，经过短暂的1分钟休息啊，没错，这个调整过来了。那么现在是想尽可能的在最后一个回合啊。找回一些来，是的，因为毕竟在前一回合有一次击倒，他是现在找这种重击的机会，能赌一下重击能不能把麦麦提托尔森琼给击倒。但是麦麦提托尔森琼他这个对这个不容易，是的，因为他对对方的这个拳路的预判都是预判的非常准确的。我们看有这个封堵，报价抱起来。换了一种防守方式，是的，把报价报得很高。之前看到麦麦提托尔森琼的这个报价一般是报得很低的，对，因为知道自己的拳能够打到对方，然后对方进来的时候，他能够有效的有时间来进行防守。但他这个报价是有目的的，他这个报价是要通过中的出拳，你看他报价以后，他出拳的线路短了，他找机会。然后胡日查碧利格也抓住这个机会啊，对腹部进行了一下连续的组合进攻。感觉麦麦提托尔森琼呢打得不紧不慢的，又一个后手拳命中。就是2名选手的各自的自己的这个掌控啊，节奏的掌控都是比较稳定的。现在胡日查碧利格第8回合的一开始的冲劲儿一直保持的比较好。这个闪躲，这个移动，这个后手侧向后仰。后手大轮摆直接打空了，这个技术确实防守的技术啊，非常的娴熟啊。鞋带儿锁的，这裁判进行了一个短暂的暂停。短暂调整过之后，我们的比赛应该是能够继续的。麦麦提托尔森琼的这个后手拳也是有很大的杀伤力的，可以看到第7回合那个击倒后手拳的击倒，右手直拳。前后的组合在进行对方的干扰，胡日查碧利格后手重拳直接压身击腹啊！4拳，对后撤化解胡日查碧利格的进攻。时间不多了，漂亮，漂亮，前手摆打到。在最后一回合的比拼过程当中啊，心理上的博弈更加多一些。为现在胡日查碧利格要找这种重击的机会啊，他打得特别着急。好，这拳不错。是的，这后手重拳也是有所命中。漂亮，又来一个前手拳。都还是不错，2名运动员今天表现的都很好，各自都有很清晰的击中对方的重拳。那么，漂亮！出拳，这个是突袭。这拳很重。麦麦提托尔森琼的后手重拳，打板了，只剩10秒了。胡日查碧利格看能不能再拿一点点数，因为感觉在这一回合过程当中，观众的气氛也都到了极致啊。是的，2名选手打满8个回合，最后看这条69公斤级的金腰带究竟是挂在谁的腰间。是的。胡日查碧利格在最后的10秒过程当中啊，他是将自己的这个体能啊是完全的展现出来了。他在整个回合过程当中，他的主动进攻次数要比麦麦提托尔森琼要更多。他每次都是处于一个主动进攻的步伐来进行一个近身压制，但何料这个麦麦提托尔森琼的侧向移动啊，步伐非常的灵活，让这个重拳都是很少有命中。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一回合，胡日查碧利格把自己的重拳优势还是打了出来。他在这一回合的话，从这个场面上来看，他的重拳命中要比对方还是要多一些。我们看连续的对方的2类击腹的勾拳，
打得非常清晰。好，这又来一下左右的摆拳，打到了麦麦提图尔森琼。光从第8回合来看，胡日莎比利格的表现是比较的优秀的。整场比赛下来，身高臂展占优势的麦麦迪图尔森琼也是打出了他的风范。我们看一下最终的比赛结果。接下来宣布本场69公斤级金腰带争夺战最终比赛结果：1号裁判73比78，2号裁判74比78，3号裁判74比77。本场比赛蓝角拳手麦麦提图尔森琼获胜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国际拳联副主席、中国拳击协会副主席、中拳体育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迪先生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经济处处长陈以平先生，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拳击部副部长周涛先生，为我们的获胜选手佩戴金腰带。当然，我们要把掌声送给胡尔查比利格，因为他专业的表现，才让我们的比赛更加的精彩。当然，我们也要再次祝贺麦麦提图尔森琼获得了2017大唐地产中国拳王赛69公斤级的拳王金腰带。我们要祝福他，希望他能走向世界，向全世界来证明我们中国拳王的实力。当然，此时此刻，我们也邀请我们今天到场的各位和领导嘉宾来到台上，跟我们的拳王共同合影留念，记录下这珍贵的瞬间。来，有请各位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接下来我要采访我们的新晋拳王了。来，麦麦提，现在你是中国拳王69公斤级金腰带的持有者了，你是新的拳王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很兴奋，一直在全国拿了很多大小的比赛，拿了很多冠军，但是这个第一次拳王金腰带，就是很兴奋，也很高兴。明年我们的中国拳王赛会有更多的好手加入，他们会来挑战你金腰带拳王的地位。现在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吗？拿了这么多的冠军，就今天拿了冠军，就明天重新开始。我明天开始什么都不是，还要准备明年的拳王金巴赛，还继续。我们期待明年你的卫冕之战，加油！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请我们所有领导嘉宾共同合影留念，有请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荣耀不至此刻2017大唐地产中国拳王赛南宁站的收官之战到这儿已经全部结束了。